同埋就更加咧，經過呢段咁嘅艱苦時間咧，就更加做得出色過我心目中嘅理想。咁所以喺度咧，我都係要讚一讚黃會長。黃會長嗰啲成就咧，喺啲書嗰度嘅大家都睇到啦。咁你希望咧，大家為我哋嘅工作人員呢咁多年嘅努力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。咁無論點都好啦，就我都希望咧，大家跟黃永遠會長嗰啲團咧，頭先你哋都知道嗰啲勁力係點啦，佢擺啲姿勢嗰啲係金牌上嚟嘅，全部都。同埋咧，楊少嗰啲啦，楊少真係俾啲掌聲，楊少真係好感激你楊少咁仲有其他啲工作人員啦，即係希望大家都衷心感激。咁喺度咧，因為時間有限咧，大家都希望好開心地再喺今晚開心飲杯酒微菜博，咁身體健康，